最虔诚的听众熬早。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2页，解释甲正文第12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11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11节。就是解释甲分明应用遍伫一切，就是解释甲迄个所在。即马应该呢，要来说来解释一遍。一遍就是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起来自由，心体无敌，即是不解。即马应该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就讲现伫实啦，心量呢是非常的广大，心量的广大呢是遍周法界，欲伊的体是遍周法界，欲伊的用呢是了了分明应用。所以呢，一旦后来了知一切，对于了知一切，这个是心本体作用，也就是讲自性本具的智慧作用。这呢，在前面啊，我已经有甲咱各位引起楞严经的道理出来说明。在这个所在啊，咱更加爱来进一步说明的呢，就是讲佛或者是讲菩萨，为什么有广大灵感的这个力量？藏有普品内底，有伫咧讲有百千万亿的众生，共一个时阵受苦，这受灾难的众生呢，共一个时阵来称念观世音菩萨。只要是一心称念，观世音菩萨共一个时阵会当好来救度这呢真济众生，使因呢共一个时阵来得到解脱。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广大灵感。但这个不可思议的广大灵感到底是对倒会来？总讲一句，就是将法性理体全体呢所发起的作用。因为法性理体是遍在一切的空间，就是遮所讲的心量广大啊，遍周法界。因为伊的体呢遍周法界，所以呢就会当好将一切空间中来发挥的妙用。所以，譬如讲，在台北有一个众生受灾难啦，爱观音菩萨来甲伊解救。即马桃园又是搁一个，新竹搁一个，台中、苗栗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或者是讲台东、花莲，乃至甲澎湖。这咱即马是以咱中华民国台湾省的这个地区范围来做一个披露啦。譬如讲，这各个地方拢有人受灾难，拢有人信仰观世音菩萨，要来求观世音菩萨来甲解救。因为啊，观世音菩萨所证的圆通本体呢，是遍在一切所在。就是讲，在台北嘛是有个圆通本体伫遐。在桃园、在新竹，乃至在澎湖、在花莲、在台东，同款呢有伊的圆通本体，所以同一个时阵啊，会当好将伊所谓圆通本体来发起妙用。
那在台北的，由于在台北的遍在台北的圆通本体发起妙用，所以在台北的众生呢，会当好在台北啊接受的救度，乃至在这偏远地区的平湖，遐众生，也就是在平湖迄个地区遐的菩萨的圆通本体来发起妙用，所以结果呢，会当好得到救度。以这个道理来甲推论出去。不但是讲咱这个地球，不但是讲咱这个小世界，乃至3000大千世界，乃至一切世界中所有的众生，只要来念菩萨的圣号，会当好一心，会当好来得到菩萨的感应。安尼呢，菩萨啦，在随处随时，拢会当好来发挥伊的妙用，会当来甲救度。这呢，就是由伊的心量广大遍周法界，由这个心量广大遍周法界，将这个全体所起的妙用，遮尔正广大，遮尔正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才会当好来千处祈求千处应，才会当苦海上作渡人舟。所以咱必须了解，咱佛教所讲的菩萨的感应，这是非常非常的科学的，这绝对不是迷信。依照我拄则所讲的，这是非常的科学的。这个真正科学的，咱可以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这款现就是咱电台发射出来伊的电波，遍在这个空间。也无论在什么所在，只要有收音机，只要你准会到伊的电台电波啦，就会当接收电台讲的你才都听到啦。咱祈求佛菩萨的感应，意义也是同款。但是毋是当求感应，那就是看你是毋是有一心清念，就等于讲你是毋是当后来接受到迄个电台电波咧，看周律有效。咱是你本身的条件爱符合，毋是讲菩萨或者是讲佛方面，是咱本身的条件。咱本身是毋是当着佛菩萨的感应，乃是爱先看看咱本身的条件符合，咱本身是毋是有一心清念？一心清念，这就是一个条件。只要一心清念，无论是在什么时阵，无论是在什么所在你来清念佛菩萨的圣号，绝对会当得到感应。那就等于讲，只要你收音机的迄个周律准了，若是有对着迄个电台，无论是什么时阵，你都会当收听迄个电台的节目，无论是在什么所在都收听得到，甲你同款意思。所以咱佛教的感应，可以讲就是非常的科学的。这是在前面这个道理。我即马佫提出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。咱今要来解说，就是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咱怎先了解这个一切甲一到底是咧指啥物？一切，这就是咧指世间一切的在物质的现象。在咱佛教中呢，名叫做心罗万象。这个心罗万象就是一切啦。为什么叫做讲一切呢？因为这个心罗万象，这是千差万别山河大地、山川草木也有这厝啦、有人啦、等等啦，各形各色、各个不同，有这差别的物件，所以叫做讲一切。这个因呢，就是指迄个真理，因为真理呢，这是一体。真理呢，这是无分别的物件，所以这个一也就是叫做一真法界。即摆咱就来解说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就是讲一切就是一啦，一呢也就是一切，意思就是讲这个真理本体，甲迄个世间的这一切差别现象呢，这两个就是一个。两个呢，就是无差别的物件。
三祖的信心名言来讲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但令如是啊，何如不必？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是当好来体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道理，安尼你这个生死就了啦，一切呢都会当好完了。那这个传心法要下面就安尼讲，家长若是当好来了知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心境无义，一切即一。这个一切即一心，心即一切，境无挂碍。这意思是讲，只要啊，你若会当好来了知到心以外是无境。安怎讲心以外是无境呢？因为在遮有讲过，心量广大，遍就法界。若来讲起来，一切的遮个景物，拢都是在咱自性心中，毋是讲离开咱这个心以外有一个外面的境界。这当然。你会当好来体会到心量广大，遍就法界啊，才会当好来了知心外无境。那咱现在是就无法度咯。咱现在是众生呢，是心甲境是对立，心是在咱的身躯内，境界在咱的身躯的外面。由咱的心来去了解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变成讲。心外有境，其实这个心外有境呢，这是咱众生的妄念分别，也就是讲，这呢乃是啊属于咱众生无痴，咱众生的分别心，意识分别心，是一种的迷惑颠倒。那是当好来了解心量广大，周遍法界。心啊，就是这个境呢，就是在咱的心中，所以变成就是心外无境。那换倒转来讲呢，境外无心，就是讲这个境界以外呢，也无一个心。咱讲境界以外无一个心呢，因为外面的一切境界，就是唯心所现，所以。境也就心，离开你这个境，哪里要找这个心呢？这个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，这两句会使你来甲伊提一个譬如，什么譬如呢？水外无泡泡外无水，就是讲这个水以外呢是无泡，水甲泡啦。咱佛教中常常摕来做譬如，这个水是咧譬如真理啦，这个泡呢，就是咧譬如这个思想。所以，这个水外无泡意思呢，就是讲一切的思想拢是包含在真理中。所以离开这个真理呢，无世间一切思想，这就是叫做水外无泡咯。那为什么叫做泡外无水呢？就是讲，迄个波浪是由水变现的物件。海里那是风无吹的时阵，只是一片恬静的海水了。大风一个加落到地迄个海水变成海涌了。整个的海水呢，拢变成海涌。拿来讲起来，迄个海水就是在迄个海涌的所在，离开了迄个海涌呢，根本也无水。这就是泡外无水，也就是遮所讲的这个境外无心的意思。讲来讲去，就是讲迄个心甲境这是一体两面。心这是本体，境呢？是一种差别的现象，但是这个差别现象是由心的本体虽然所显现，所以心境呢无离开。
一旦了解心境无疑啊，安尼呢，一切就是一心。所以，伫遮才讲做一切即一。讲一切的这心路万象，世间咱看会到这千差万别的事物啦，也就是一真如心，因为这是真心随缘所显现。就等于讲，在海里所有这波浪，拢总就是一个海水，归纳起来啊，就是一个海水。叫做讲做一切即一啦。当然是换倒转来讲呢，心也就是一切。安尼讲心嘛，就是一切呢。因为这个妙真如心会随缘显现世间千差万别之法，就等于讲，迄个水呀，随着风的经验，就变成波浪共款。这就是遮所讲的一即一切啦。这就是一切即一即一切，也就是说明事理相即不异的道理。在传心法了观来讲，讲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诸佛圆通呢，经无精减。讲因为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所以啊，诸佛的圆通啊，根本呢是无精减。事实上，就是讲诸佛得到圆通也无增加啦，咱众生呢无得到圆通，真理也无减少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讲流入六道啊，处处皆圆。讲咱众生呢，虽然是流入六道。就是讲，咱众生啊，虽然是流浪啦，在这个六道中，但是啊，处处咧，拢都是圆满。咱众生呢，本来是具足了周遍法界的广大心量。咱众生所具足的心量，甲诸佛所具足的啊，根本呢是无异差别。所以进一步讲，万类之中，个个是佛。万类之中，就是讲咱世间所有一切的这有情类，每一个都是佛，因为有佛性，有佛性就是佛啦。讲譬如一团水银啊，分散诸处，个个皆圆。讲摕一个譬如，敢像讲一堆的这个水银，一堆这个水银呢，你甲伊分散出去。无论散到啥物所在，一粒一粒拢是圆的啦。迄个水银本来就是圆的物件，你个无甲分出去，迄粒水银是圆圆较大粒，你若甲分出去呢，是变成较细粒，但是呢，一粒一粒拢是圆的。讲当时呢，你若是无甲伊分迄个时阵啊，只有是一粒咯。那么你若是甲分出去变成较一粒，但是偏偏共款拢圆圆啦，拢是迄个水银。那么这个一就是一切，一切都是一。这个意思啊，我提一个譬如起来说明。讲咱人的这种种的形貌啊，就敢常常敢像一间厝共款。就是讲咱众生啊，有种种不同的相貌。人有咱人的形体啦，也佛菩萨的庄严相。甲恁讲，特性道中的众生呢，搁在特性道中的众生有所不同。那譬如讲，你写这个利恶义入人恶，就是讲你已经啊无做众生啦，将这个众生来转来做人，那等于讲将迄个利的这个身躯呢，你甲脱掉了，做人的身躯就变成讲。一间利厝，你无大，你走来人的厝啦。要写人心呢，到甲天心，就是讲你写起了咱人的身躯，也变成到甲天上，就天人之心。乃至声闻啦、缘觉菩萨佛的这个厝，拢是咱众生处下的所在，因为咱呢。
下心入心，轮转生死所有差别。但是呢，本源之性啊，哪里有差别呢？本源之性当然是无差别。所以演家大师正道歌段来讲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包遍含一切法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元了。诸佛法身入五性，五性当共如来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演家大师的这道理啊，就是伫咧说明一切即一即一切，讲这个一性是圆通一切性。这个一性圆通一切性，就是讲一真如性啊，是圆满通达到甲一切之性，也就是圆满通达到甲所有这心罗万象的所在去。也一法呢是遍含一切法，就是讲一个真理啊，是普遍含藏了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呢就是在一个真理中。所以结果呢，就是一月普现一切水，这是譬如啦。这个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遍含一切法，这个呢，用这个月啊来解譬如，就是讲天顶的一个月，普遍啊现在所有这个水内底。但若是有月光的暗时，天顶的月若是真光。无去互分解压掉落，下面啊，只要有水的所在，拢有一个月影伫遐。这就是一月普现一切水。所以面顶迄个月啊，只有一个。下面的水中，只要有水的所在，都有月伫遐。所以下面的月足济啦。但是一切水月一月了。讲所有的水的迄个月呢，拢都是面顶的一个月所了。面顶迄个月若无去啦，下面遐水的月拢无了了。所以呢，下面迄个水所有的月拢是含摄在天顶迄个月，拢是归纳在面顶迄个月中间。这正都是说明讲一切即一即一切。就是讲，世间的这万事万物啦，拢都是由真理所显现。真理呢，会当互随缘显现了一切。所以下面才讲诸佛法身入五性。讲诸佛的法身呢，是用入于我的这个体性。讲五性当共如来合。讲我的性又是搁再甲这个如来合啦，也就是讲咱众生的心性呢，甲诸佛的法身呢，就是同一体，这是一体不二的物件。演家大师所讲这呢，就是伫咧解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因为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啦，这是属于理事无碍道理较深。所以我就引起了这样真济经典的注解，或者是讲过去祖师的解说呢，在这个所在来甲咱各位做一个说明。而且咱必须爱解将这个定义决定的好，就是讲一切就是自然世间千差万别的现象，因呢就是咧指真理。这个一切即一啦。就是讲，世间所有的心罗万象，拢是归在一真理体中。一切，就是讲由这个一真理体的真理，虽然变现世间千差万别之法，更加了解这个因呢，就参像这个虚空，就是讲妙性本空。虽然是讲妙性本空呢，但是灵含万法，所以一切
即一，一即一切。真理之中包含万法，万法呢就是归纳在这个真理。这就是理事无义，理事无碍法界。最开始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